会伤害咱的心血管，对脑部共款嘛会酸长。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，咱人若是长时间拢伫咧汽车、奥多麦的垃圾空气、中浓度的二氧化氮环境里，5年后一寡时段，得到心血管性的失智症风险会增加1倍6。若是高浓度的二氧化氮，风险较悬2倍2。另外，半碳酸的浓度和失智症的风险共款有关系。医生特别提醒讲，外口若是空气品质无好，都爱记得挂喙烟，尽量伫咧室内。若是要出去运动，上好嘛建议是附近较莫有车伫咧走。上下班的尖峰时间，通勤族骑奥多麦，真侪人拢会挂喙烟，就惊讲这个空气污染会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。即马就有研究发现讲，人体若是长期伫咧这个汽机车因扑出来的垃圾空气内底，安尼去治疗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，就加悬真侪。脑细胞缺少了养分的话，脑细胞会有一些去神经鞘化的病变，我们叫那这些病变会造成退化。国外的研究在显示说，其实其他神经性退化的疾病可能也跟空污有关系。研究团队透过环保署的测站资料，甲比之健保资料库来甲做观察，发现讲若是长期伫咧这个中高度二氧化氮的环境内底，伫咧5年了后，社会人去互诊断出讲有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，就会增加1倍6。若是讲长期伫咧这款高高度的环境内底，安尼风险就会增加到2倍2。伫咧动物的实验证实讲，若是输入这款二氧化氮，也就是nitrogen dioxide，会来降低脑部的神经传导和这个受体的活性，安尼嘛会致使血内底养分变少，增加神经退化、甲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另外，这个一氧化碳，也就是 carbon monoxide，会来造成血内底肝酸素的减少。假使讲人体若有慢性来欠缺酸素，也就是氧气 oxygen， 安尼会互脑部退化较紧，还有带白症。如果那一天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在室内进行，不要到室外？那也要注意，就是傍晚的时候，尤其是下班时间，大家汽机车排放量比较多的时候，在城市运动就要小心。其实，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，嘛甲合作多发性的脑前塌失智，主要是因为脑髓血循环，再来致使这款动物的状况，这较会发生伫咧社会人，算是突发性的病。医师提醒讲，假使若是讲出外发现讲空气的品质无好，安尼就要挂喙烟才好。嘛要尽量避免伫咧外口运动，安尼才会当来降低致病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